好，欢迎新朋友哈，新朋友，这位新朋友叫啥？BB Man 哦。好，咱继续来读越南野城日记1654年4月30。吼，咱昨也未读煞，因为昨读到讲因要即个，歹势，就是要甲白卖的结果吼，白相、保证人甲白金的情形吼，咱来看者。遮伊列一张清单啦吼，所有即个发出去的即个白卖的田呐吼，就是白社啊，搁白相、保证人吼，偌侪钱吼，单位是里尔吼。好，来咱来读吼，新港白相是高地啊，保证人报170里尔，小人白相高一哥吼，保证人朱哥吼，690里尔，大目港白相如地保证人染酒吼，95里尔，目加流丸白相民龟保证人土瓜380里尔，麻豆白相西哥保证人如哥660里尔，大武人白相五甲保证人地央360里尔，多乐国白相鸡哥保证人如哥180里尔，滴落山白相如哥保证人高一哥3425里尔，塔里乌白相中国保证人3925里尔，鹿港白相米哥保证人东京680里尔，东螺是白相叫做福哥保证人报2000里尔，西螺白相金哥保证人沙地挂950里尔，二林白相金哥，你通看有诶人名出现2遍吼，所以会当无限定讲你干那当白一区呢，即个庄社尔吼。保证人沙地挂吼1420里尔，1425里尔，本港溪所掠到的乌鱼毋免缴纳11税，因为迄寡鱼要出口的时阵，必须伫台湾缴纳出口税予公司。白相也会当用超过15个有合理要求的户口证的新仔人住踮咧遐来入账来交易。白相鸡哥保证人高一哥625里尔，打麻白相西哥保证人报1300里尔，高温白相二哥保证人福哥700里尔，德灿甲新港啊白相苏地保证人染州1550里尔，南坎溪以及铁里山和苏里社甲巴黎水地区和波动的山地条件是白相必须每个月供应6到7担的鹿仔肉
予淡水的主管。如果该主管有即个要求，若无就毋免供应。公司将会支付每一担8厘的价销。目相如果保证人高一高475厘尔，房山目相日啊，保证人西高130厘尔，古妈目相米沙挂，保证人30挂60厘尔，胡无人目相如高，保证人国高4325厘尔。马里干目相中家，保证人美高2350厘尔。大凸就是 Terchara， 目相真挂，保证人查比挂440厘尔。丹沙达拉盖和丹索马岛中文称作南投甲北投，这两社以前伫大武郡社交易，但是对旧年就因为因故个别来发北。目相是安哥，保证人丙挂860厘尔。大武郡如上述，丹沙达加勒顶面写做达拉盖和马岛将有家己的目相。目相是中高，保证人30挂630厘尔。大达加波浪目相叫做冰挂，保证人30挂100厘尔。阿里山目相王江高，保证人自高。即啥物高啥物高吼，你着知即目相应该拢是新仔人吼。380厘尔。阿索吼，六公尺目相六公尺，保证人丙挂吼，325厘尔。马武萨以前伫个达里达斯，就是大都吼，三个社来交易。目相叫做王之忠哥，保证人叫做加占130厘尔。大都三社甲达邦岭如上述，巴布萨社以后将会有家己的目相。目相是中高，保证人30挂1025厘尔。雷湾、雷新眼、马里兹甲多罗县中文拢称之为伊有，中文称作啥物后壁结果是写罗马字，我嘛毋知要怎读吼。IJ 啊，搁一个 hyphen， 搁一个 U， 安尼即是啥物啦？袂晓读。目相叫做五瓜，保证人叫做加央30厘尔。龙桥地区目相中高，保证人30挂625厘尔。放扫啊，目相新高，保证人闽挂140厘尔。家庭甲日历社目相30挂，保证人丙挂170厘尔。麻里麻伦目相拖子贡，保证人通瓜280厘尔。大目连目相霍鲁格照，保证人如高330厘尔。阿猴目相言高啦吼，言高保证人自高400厘尔。大德基甲塔楼目相之高，保证人30挂550厘尔。伫 provincia 市伫年的猪头猪肉售价吼
猪肉售价不得悬过每一斤6个 stuvers。一个 stuver 是5 cent 吼，所以就是袂当超过30 cent，并且必须要每一天供应9额有够需求的即个猪肉。白箱叫做高因果，保证人叫做佐伊，2200伫拄则讲的是普罗宾西亚地图嘛，过来是伫台湾的地图。白箱必须要真小心关照供应有够的猪肉，而且无论要卖互西那人或者是荷兰人，售价拢不得悬过每一斤6个 stuvers， 就是30 cent， 并且对早起到暗时6点钟一次关门以前吼，拢只敢若会使踮咧一市内底出卖。毋过若是时间以后吼，伫迄个时间以后，就会当伫其他所在来卖。保证人毋是白箱新机，保证人佐伊1500人头数条件如以前所订定的办法，对5月初一起白卖1年。每一个月白价3025里尔，白卖1年。白箱、原膏、猪膏、死死啊，无保证人，总价是36300里尔。日兰遮市镇的公磅就是磅啊吼，对5月初一开始白卖。白箱是原膏、猪膏、死死啊，无保证人，5350里尔。后壁注脚讲，即项公磅后来由佛罗摩萨议会决议以经营的方式来转卖，毋知啥物公磅吼，磅秤供应的。好，过来。伫海年，并且为尊贵的公司发布的渔场名称，伫芒港附近的北港信吼，北昆信啦吼，北港信，白箱叫做乌，头做乌还是头做乌吼，两个乌啦。保证人叫做兰州400里尔，南坎白箱佐伊。保证人死死啊，40里尔。卡甲甲芒港，白箱鱼膏，保证人虾膏，70里尔。南夹甲暴风，伊拢写拼音字吼，毋知倒位。白箱叫做高汀吼。保证人个乳膏850里尔，卡地亚刀，TAU 啦吼，卡地亚刀，白箱人膏，保证人三酒750里尔，后翁因为定吼靠旱，所以无爱发北，无水就对啦吼。兰姆亚甲假亚。白箱蛋糕，保证人猪膏70里尔。小汪白箱鱼膏，保证人猪膏20里尔。过来是伫内陆甲河川吼，是佛罗摩萨原住民的利益发布，为着佛罗摩萨原住民的利益来发布的渔场的名称。其中有一寡还阁无清楚利益应该要归倒一社，即个情形以后阁再来处理，并且规定虽然发布，原住民游玩会当随时随意去掠鱼。迄条内陆延伸到迄个新河堤啦吼，这读做堤还是堤啊？堤岸即个堤，查一下啊！哎呀！卡比啊，
定定较比拢失败，感觉足奇怪。题吼，读着题就是花吼。迄条鱼来了延伸到迄个新号题，称做较大只的淡水号。规新港社人的迄个渔场，因为靠岸吼打去，所以无爱发北。我休一下。来，过来。南草园的即个湖叫做达干西曼，含迄个小湖叫做多点，也是为新港社人发北的。北上诗歌保证人之歌242号，伫迄个倒山下称做吉拉潭的湖。是新港社人为着新港社人发北的北上宾歌，保证人30歌120号。大目港溪就是新港溪，条件是北上必须要每一礼拜2斗炸大批的鱼去新港社呢，以一斤10仙的价钱来卖。北上新歌保证人30歌22号。咸西港溪含迪加兰溪，就是对小人溪的岸边，迄个山蚵仔浅水区的南边所流落来的溪水渔场，因为原住民的要求，继续无爱发北。刀锋甲乌烟呢，是伫个麻豆溪甲麻豆港的一个渔场，约落伫麻豆甲萧人的土地分界所在。发北的条件是北上必须要每一工运装满一只3板的鱼去麻豆社里，以一斤10仙的价钱来出卖。北上沙基保证人土瓜1025号。拉斯干伫个芒港北边，王干尾就是毛港尾吼，王干尾吼，王干尾溪吼。拉斯干溪伫个芒港的北边，王干尾溪又佫称做密都社溪，伫个麻豆甲道路角中间，较守湖以及附近的即个鼻塘啦吼，含即个陆江河吼，伫个乌烟尼附近，拢因为原住民的请求，继续无发北。好，总算甲即个北部的即个广告读煞。刷来，这是4月最后一天，刷来是5月初1拜5。5月初1拜5真好的天气，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为即只芳船对西南的海来到遮，做110个查甫甲10个查某人。再来667包薰草，1袋红米，100袋空安布，4000袋虾。5月2号拜六，这是真好的天气。今仔日顶埔上午啦吼，执行昨昏伫厝地发布议会呢，对一个长久住伫普罗宾西亚的西那人的审判。伊名叫做辛哥，因为伊强奸一个名叫做塔古亚的西那少女，所以伫普罗宾西亚由地方官 Albert
夫妇兰阁下以上述议会名义，伫该议会代表莅临的情况之下，处罚该罪犯，将该死仔人押来烙印了后，永远赶逐出福尔摩沙甲台湾。烙印，看一下，读对啊？毋对，乌白读的啦吼。哦，歹势，这以前捌读过，我都袂记吼。落甲落吼，或者是落吼，这叫做落吼。我印象上深的音是落啦吼，因为落是啥物呢？草落，草埕落吼，各位知影华语赖皮裤台语安怎讲？就是迄个狗吼，迄皮肤边，就叫做落啦吼。但是我一时仔煞袂记叫做啥物落，我查一下吼。wild 卡，用 wild 卡甲落来查吼，查大理大书店。我煞袂记个啥？哦，错掉吼，大理大书店有收的吼，叫做钓螺吼，是牛羊等等犯着皮肤病，叫做钓螺。但是这个螺，我自细汉听就是叫做钓螺啦吼，有一点迄个音吼，钓螺。啊，所以这是阮读早音呢，还是讲我哪有钓螺的音呢？我查者吼。LOU， 无即个字啊 ，LOO， 无即个词诶。大理大书店完全无吼，钓螺尔吼，敢若钓螺无钓螺啦吼。哦来，我查过一个螺字吼，总算找着吼。伊讲交搭吼，交搭就是螺吼，啊，其他腔口又写漳州腔，读做螺吼。第二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叫做交搭吼，比如例句，比如讲河螺啦，我听歹少学读的吼，就歹读的，就交搭吼，煞螺去吼，烘甲螺吼，烘甲螺吼。另外第二个过程就是伊就写讲狗等等的皮肤边，叫做狗仔钓螺，或者是狗仔钓螺。啊，我讲我细汉听的是漳州腔的音吼，狗仔钓螺。好，所以吼，钓螺狗就是赖皮狗吼。你若毋捌听过吼，今仔日学起来吼。另外我来用即个汉字吼，烙印即个烙印汉字来，大理大书店查看有用即字无？哦，伊嘛是干若收即个，就是钓螺即字吼，螺字尔吼。好，所以将该死仔人吼，就迄个共强奸的即个死仔人吼，甲押来即个烙印啦吼，烙印了后吼，烙一切吼，读变调变第七声，阮会变调。烙印吼，将该死仔人押来烙印了后，永远赶逐出福尔摩沙甲台湾吼。
所以当时强奸犯无掠去关啊，直接掠来甲印一个印啊尔，印伫倒位就毋知吼。然后赶着出去吼。下部分接到商务员。下部分接到商务员 Thomas Van Baron 对淡水寄来书信，诉其4月13号甲19号是由2个原住民对陆路送来厝地。途中经过12天，佩里写讲，中尉 Bars 伫3月29号带着厝地送去的书信到遐，到淡水啦吼。佩里甲因讲因的命令，因会踮咧遐巡办。上水这中尉已经伫咧4月初5伫鸡笼被任命做军队的首领，而蒋旗官 Gilles Bowens 已经对遐去驻守淡水。伫鸡笼已经有欠真侪即个土炭吼，都吨哈，应该我讲吨哈，储存哈，伫台语应该叫做吨哈。我来查一下这个吨哩。TUN 吨吼，第二声吨呢，汉语就是写这个碘素，这个碘，这是读做碘还是毒啊？因为我等下去查这个中文词典。哦，读做吨啦吼。华语读做吨吼。吨素、吨霾，吨就是规批来买入来，吼，叫做吨吼。现吨现卖吼，现吨现卖吼。好，来，好来，我转来大理大书店遮吼，吨字规则第吨节号起来藏单起价吼，吨号即个第吨号吼。好，其他我就袂读啊吼，这是吨吼。第二个意思第二个规则意思例句真趣味，咱看。第二个意思讲，多数的人带做伙吼，比如讲例句，吨贼吼，一阵贼的款吼。第二个，牛走经吨查某吼，这我就毋知影意思吼。吨人客吼。第三个是多数的人集合做伙吼，比如讲规定人蹲伫街路，这其实我毋知，应该咱捌读过啦吼，就是我有印象，但是已经袂记得当时伫倒位读着吼。蹲贼伊讲是多罗波诺亚多奥斯鲁，亚多奥斯鲁是啥物意思啊？亚多奥斯鲁，我大概搁用，你去查一下。亚多奥斯鲁，亚多奥斯鲁。To stay, to stop， 但是共款即个汉字伫即马语序的读音是读做修克斯鲁，毋是亚多斯鲁，意思是毋相像，我就毋知吼。To stay 咱看觅，托罗波诺亚多斯鲁规定贼停伫遐哦。牛走经蹲查某。叫做因拜亚德
おほぜ女を止めておく。牛灶间蹲查某，意思敢若是讲即种查某间啦吼，内底足侪蹲足侪查某啦吼，蹲查某。好 ，OK。转来第二只吼，来读个遮远来。因为讲即个伫街人已经囤真侪涂炭吼，坐到迄只小船无法度全部来装载吼。伫街人去做 Victoria 验保吼，因已经详细检查过，会当修理的情形记载伫因的决议录里相关的所在。街人甲淡水的状况一切拢算好吼，学到上帝，只是伫淡水的官员大多拢感染到地方病，因请求用小船送一个木箱、2-3个新仔人的即个做涂水的吼，含野涂炭工具去互因吼。中尉叫做 Bars 对此地前往迄遐的途中，捌伫咧大家上惊的村庄叫做普卡社，但是写是括号写汉字叫做德惨社吼。伫大家上惊的德惨社受到冤困的款待，该社的人你念讲吼，该社的人你。我看嘛，伊是抱怨吼，我其实感觉抱怨伫台语内底有两种解释，两种讲法吼。一种是投，一种是念吼。投是 complain 吼，毋对，投是安怎讲？对啦，嘛会当讲 complain 啦吼，抱怨啦吼。但是另外一种是啥？我即满煞袂记啊。嘛毋是申诉，即边安怎讲控诉，怪好。该社的人咧斗讲，因被因的邻舍伫咧阮面头前讲做是可疑又搁顽固的人，因此来惊吓，毋敢去淡水等等吼，就德惨社的人啦吼。甲因念啦吼，甲因即只是甲因斗啦吼，斗讲啊，邻舍的人甲因讲啊足歹听吼。助理 William Van Winseler 和下士 Hendrik Olofs 两人拢伫咧3月17号伫淡水河不幸来拄死就淹水死啦吼。因此，因现在需要文书，请派2-3个文书去遐。因伫咧 Mariansburg 有扑几丛树啊，但是发现讲遐的茶无好用，也完全无适合使用啦吼，也完全无成对遐所寄来到遮的迄种样品吼，迄种产品吼，遐尼啊，即个遐尼啊润，遐尼啊耐用吼，所以因也请求讲迄边的样式配给也会当用台湾的计算方式，以1251个 Stuvers 来计算。取代48个 Stuver 来计算吼，这是即寡书信的主要的内容。约落伫咧下晡3点的时阵，长官阁下又，我阁袂记即个魁医讲免怎读吼，阁早一遍吼，鬼吼鬼啦，我敢若读出做鬼的款吼，鬼啊，所变调变鬼啦，对吼，鬼吼。约落伫咧下晡3点钟，长官阁下由鬼义先生甲队长 Thomas Pedo 陪同。长官阁下啦吼，即摆这长官阁下叫啥名？我一时甲袂记吼。好，由即个鬼义甲 Thomas Pedo 陪同吼，坐 Pelayo 船吼，是印尼一种快而且佫长有带桅杆的船吼，坐
就准去 provincia 视察迄个新城堡的建造工程。伊国下伫个入夜的时阵，转来到台湾。今仔日也有2只篷船对遮出发前往福尔摩沙的北边、北方啦吼，坐36个查甫，载有200担盐、60袋的米、44袋空间布、10包薰草、16篮糖、1170个即个，我阁袂记即个符要安怎读啊？昨个今日拢袂记。符读做啥？哟，读做河啦吼，河，1170个河，就是茶壶迄个壶吼。150件原住民的外套，甲38领裙吼，毋是应该讲领啦吼。150领原住民的外套，甲38领的裙，4袋新仔的麻布，4袋新仔的麻布吼。420袋空间布，44支刀啊，也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00个查甫，载有5812斤鹿仔肉，5966斤咸鱼，72斤虾仔，1300斤糖水，405袋大马，68条帝王鱼，42袋家己要食用的米。5月初3礼拜日。早起落一寡雨，厝外拢是有清凉北风的好天，敬拜上帝的日子。5月初是拜日，游园是有微风对北方吹来。早起天气非常的舒适而且晴朗，但是下晡就大蒙并且透大风。5月初5拜日。天气如同昨昏，有6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坐255个查甫人，载有22000个8斤的鹿仔肉，10685斤咸鱼，190斤虾仔，4200斤糖水，1200斤福尔摩沙的藤，1330袋的大马，50担的单香木，35担的木药。113袋家己要食用的米，还佫有1只篷船出航前往南崁，坐10个查甫，载有53担盐、20袋米、55领衫、150包薰草、50支朴刀。5月初6拜三，早起天真阴沉吼，但是日头冲悬了后就晴朗咯。有微风对北方吹来，今仔日主治医生叫做 Christine Bear， 开动一个士兵做伊的助手，坐篷船出发前往西南，要去官员国姓爷遐。是根据中国个4月初7福尔摩沙议会决议，要答应国姓爷啦吼，用批信来请求吼，国姓爷叫这边派一个医生去。看因老爸啦吼，伫个即只篷船顶，也有一张长官阁下写好上述大官的批，主要伫咧答复该官员最近写互长官阁下的来批。详细内容请看书信簿仔里的该批。要暗仔约6点钟，长官阁下该同贵义先生去 provincia， 要对遐骑马去视察大目江田园的状况。以便将来做根据来决定对遐个原住民上有利、上期待的办法。5月初7拜4，早起阮又搁感受到真轻微的地动。天顶阴沉，但是天光了后，日头就出来了，变成好天气。下晡有袂细凉风对北方吹来，有一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福尔摩沙的南方，坐6个查甫，载有因家己要食用的1罐阿拉酒甲12袋米。5月初8拜5，早起有雾的天气，
大蒙的天气啦吼。约略中昼的时阵，看起来要落雨的款，也有落几滴仔雨，即个情形持续到暗暝啊。约略下晡5点钟，长官阁下和伊阁下的同伴对佛罗摩萨转来到台湾。这是你写啥？对佛罗摩萨转来到台湾，这是对。好，伊阁下伫咧大目角，和原住民交谈，关系到以前批准新仔人土挂甲豹来经营的田园的一寡问题。上述原住民对即个批准表示异议啦吼，异议。但是现在对此完全同意，因为即寡土地，地势较低啦吼，所以较烂吼。若毋是特别来经营吼，因就无法度来使用。也允准政务员 Jules Van Bergen 和学校的教师 John Juvendal 来拥有160亩公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因的某是出世伫个新港社甲大北港社吼。因的所以荷兰人伫遮你看吼，已经敢30年敢有啊吼，出世伫遮的查某囡仔拢大人啊吼。但是因的某这是佛罗摩萨人呢，还是荷兰人，这就歹讲吼。因的囡仔也伫咧遮出世吼。上述的土地是伫咧大目江的南边甲西边。遮即个学校教师叫做 John Juvendal， 下对注脚咱来看者吼。伊是 Rotingen 的人，1645年5月坐 Warwick 号来到佛罗摩萨，1649年派去新港社做学校的教师，并且担任原住民语言的翻译员。因为伊伫即方面的能力，有几若摆被连续派任该职务。1661年7月，伫咧对抗郑成功的军队的时阵，惨死伫咧赤坎。咱即马读到的人吼，有足侪人应该是拢含即个郑成功来有关系啊啦吼。拄则即个主治医生吼，咱袂记甲绍介一下吼。主治医生 Christine Bayer 吼，就是派去要去看国姓爷因老爸吼。伊是Christine Bayer 吼，是 Giolitz 人。1643年坐斯努克号去亚洲，同年4月29号被接受做初级医师。1648年4月27号正做医师，到佛罗摩萨以后升任主治医生。1654年4月被派去希腊做国姓爷来治病。1654年热天转来到台湾吼，4月派去热天转来吼，可能7、8个月当中吼。那写4月派去，咱明明即马读到5月啊。好，来，咱继续5月初九拜六。好天，无特别的事故，只敢有5只帆船对新仔沿海来遮坐129个查甫仔来120担盐10捆的粗纸，13包薰草2袋红米，15个蛙400捆的棒，127斤精米的灰仔，8000倒遐。5月20号，礼拜日袂歹的好天，敬拜上帝日子。要暗嘛，阮有看见遮，即个青果园吼，松果园呐吼，读做青果园。迄边敢若有一片的乌云搭伫遐，像是长长来春电出来吼，然后看来天开。即个现象
几个月前，伫咧本岛北边的鸡笼出现过，以后也伫咧本岛的南边出现，就是有真侪的即个凤虫吼，草蜢啊飞来吼，互天空吼天顶拢因为安尼来昏暗起来，风灾就对啦吼，荒灾啦吼。我毋捌，我住伫咧庄骹遮久，我毋捌看过呢，遮恐怖。现在即阵凤虫吼，一部分也已经到台湾来咯。台湾是讲台南遮吼，显然这是阮罪有应得，罪有应得的即个上帝发怒的征兆，征祸啦吼。此地居民一定会遭遇到饥荒，因为遮尔多的害虫，必将会飞遍规个本岛吼，将产地上所有的农作物拢咬了，农夫也将会因为安尼无法度伫咧因的农地内报种经种吼，报产经种。除非万能的上帝怜悯，阻止即群凤虫吼，像现在生伫咧产业的甘蔗，因所有的即个甘蔗顶面的所在，拢已经被截掉了吼。加在此地附近产业迄寡谷物，伫咧即阵凤虫飞来以前，都已经拄啊好采收咯。蝗灾吼，咱读遮侪年啊，地搭看着5月10号，其实伫台湾好，所以台湾有这物件我阁毋知吼。我自细汉毋捌看过。5月11号，礼拜一，好天，早起风对东北方吹来，上午约10点钟，有非常侪的凤虫，趁着烈风吼，看起来对佛罗摩萨就是。对佛罗摩萨，伊伫咧对佛罗摩萨大众写一个看起来吼，用刮胡写看起来像烈风哟。看起来是即寡凤虫趁着烈风啦吼，对佛罗摩萨集合来到台湾遮，真是蔚为奇观啦吼，蔚为奇观吼。即个画我早一字好啦，是毋是读画啊？读做胃吼胃，大你大细汉查者，即个汉字胃吼，嘛是读做胃吼，人的字姓吼，蔚为奇观吼。讲今仔日上款吼，就是咧讲洪灾吼，5月11号拜一，好天。早起风对东北方吹来，上午10点钟的时阵，有非常侪的凤虫趁着烈风，看起来啦吼是趁着烈风，对佛罗摩萨集合来到此地台湾遮来，真是蔚为奇观啊！天空为之昏暗吼，并且充满因的室所发出来即种声响。约咧伫中昼的时阵吼，伫咧即寡厝的中间吼，四季有真侪凤虫被风来吹落落来吼。刮胡写讲，风是对北方相当强烈来继续来透来吼，所以即个有诶被风吹落落来，坐到即个城堡里的水井吼，咱敢若铺一顶即个黄红色的布烧箱吼，就落喺迄水井顶头，咱敢若顶头一顶黄红色的布。即阵凤虫伫咧台湾一带停留规工，要暗仔才伫咧即寡厝顶含其他的所在，四季咧休困吼。约落伫咧暗时10点钟，忽然间落雨，因为继续落了有一阵仔，所以积真侪水吼。落雨感谢上帝啊！无落这雨，这凤虫毋知要搁
好来，咱来看吼，这个凤虫风灾连续写第3天啊，5月12号礼拜日上午还搁咧落雨，因此迄寡凤虫飞袂起来，拢留踮咧地上或者是厝顶。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开会决议，迄寡单直要输出的货物，像鹿仔肉等等的物件，拢必须要用税务处后面的帮过。毋过，迄寡要踮咧厝地互相买卖的货物，为着无爱造成生意人搬运即寡货物去迄个帮遐吼，去帮的即个重大的即个负担，所以只需要踮咧日兰野城市镇里的公帮北上河滨关吼。哦，即个拄则叫做啥物关？啥物关？应该我读做关就对啦吼，啥物关？哦，滨关。即个公帮的北上河滨的门口帮过就会使吼。又搁为着生意人的方便，货物会当囥踮咧伊的厝里。为着帮吼，将会指派2个宣誓过的基督徒，就是下属商务员 Harmon Ekmans 来做司帮员吼，就是负责帮动的啦吼。以及另外一个适当的人做助手吼。即个 Harmon 即个司帮员吼，咱来看下 Harmon Ekmans。是阿姆斯特丹人，1647年以海军见习生坐坎便号去台湾。1651年伫遐升任一等助理。伫1654年5月12号升任下属商务员，并且担任司帮员，吼，就是讲今仔日即天讲的即个吼，5月12号吼。1656年伫海关做食头路，伫1657年以政务员的身份前往新港社。司帮员读煞吼。对台湾地图的北上要求允准伫共伫市镇里或者是市集里你卖猪肉的请求。决定该拒绝，这个请求我看无甲有呢。北上要求允准伫共一个市镇卖猪肉的请求。OK。因为北收的条件事先已经伊讲清楚了吼，禁止输出所有的即个谷物啦吼，谷物即个五谷应该谷物吼，我查者五谷。读做五谷，或者读做五角吼。谷物吼，柑物即个禁止输出所有谷物，禁止输出所有谷物的禁令要继续来执行，一直到下一次有关命令的时阵。要来全福尔摩沙宣布定本5月21号做全体禁止祈祷的日子。才以上帝祈求承诺，并且赦免已经感受到的处罚吼。已故的先仔人叫做捐催的遗产分配，将会按照先仔人的即个方式来处理，由迄个10个先仔人头家商讨决定，并且以书面送交福尔摩沙议会来予以处理吼，以后并将以此方法分配先仔人中间所有的遗产。下底注脚讲参阅关系到过身的先仔人John 随别号
将税抵缴。伊的遗产分配中文文书的译文，台湾1654年9月初7，关系到新仔人遗产分配习俗的文书的译文。要暗嘛长官阁下由几位先生做陪吼，骑马去穿高园，并且沿着迄寡渔场吼。即个松果我查一下吼，我是读清啦吼，嘛可能是读详吼。无松果即个汉历史，但是图书店无收。好，要暗嘛长官阁下由几位先生作陪吼，骑马去穿高园，并且沿着迄寡渔场来行一大段路。我先查一下即个松果园的松吼，台语啥物特别的读法无？清详吼拢会使。读到对啊，读到煞袂记。哦，要暗嘛长官阁下由几位先生作陪，骑马去穿高园，并且沿着迄寡渔场行一大段路了后，要入夜的时阵转来遮。伊阁下转来以后讲，伫咧迄寡山峦中间的道路上，以及附近的地上，真侪所在拢有铺着又搁悬又搁高的即个风虫吼。哇，这实在真严重吼！连续写3工即个风虫的代志。5月13，哇，时间已经到好。5月13，我著甲读过啦吼，因为2、3纸尔。早起好天，有微风对西方甲西北方吹来，迄寡一直踮咧遮咧飞的着风虫哦，记第4工啊。随着即个微风，虽然风力完全无强。完全不回顾吼，毫不回顾啦吼，完全不回顾，安怎发生着什么代志？伊讲郭侯祥讲这真是奇妙吼，讲毫不回顾的全部接连飞往内陆去吼，就是全部拢飞来了去啊吼，这个新仔人就衰啊吼，代志大条。万灵又搁怜悯的上帝，到底是对阮，还是对阮？平息了伊的盛怒咯，吼，所以无大生气啊啦吼，本来这是上帝大生气啊，即嘛无啊吼。因为你啊看即个旧约圣经吼，讲即个10个灾厄吼，我记得是迄当阵吼，为着伊讲上帝讲灾厄，比如讲摩西迄当阵。还是讲，摩西是迄当阵啥物讲灾，我袂记啊吼。还是讲启示录内底可能拢讲着即个风虫的灾害吼，风灾。所以这讲是上帝大生气啦吼。好，5月13读煞，咱今仔日读超过1分钟咯。咱明仔后日再搁继续来读吼。来看一下啊。好，来无笔记吼，感谢来3年马文玉文，啊，搁一个云诺先生吼，哎哟，安尼你听有无？你可能听有我咧读啥？好，感谢啦吼，欢迎你，有闲再搁来吼，咱后日再搁继续读，安尼我要来关房咯，感谢各位。